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12月初6的迦南之声。我是尤破牧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寻求真道，生命之光。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第8章，总共有59节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耶稣又对大家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会得着生命的光，绝不会在黑暗里走。”约翰福音第8章12节。芬兰是全世界快乐指数相当高的国家，国家对国民的福利也相当好。尽管如此，在1960到1990年代，芬兰几乎是全球自杀率第一高的国家。自杀的年龄层以15到24岁居多，其次是25到34岁。其中男性他的自杀率又高于女性。许多人认为是因为永昼和永夜，就是有时候好像都是白天，有时候都是黑夜，这样的气候现象所造成的。意思就是说，没有常常有阳光可以照射。芬兰地区是处于北半球高纬度的地区夏季太阳直射北半球，有73天的白昼；冬季太阳直射南半球，所以有70天是永夜。夏天要睡觉时，外面正艳阳高照；冬天要上班时，却是漫漫长夜。这样剧烈的日夜变化和冷冽的气候，影响了人的心情。外面的黑暗侵蚀了人心灵，叫人的心也变黑暗，所以使人常有轻生的念头。由此可见，光对人真的非常的重要。这段的经文是在住棚节期，耶稣在圣殿的库房，他宣称自己是世界的光。库房在圣殿的妇女院里面，犹太人通常不会在这里抓人为了纪念以色列人，他们在旷野时，上帝用火柱来带领他们。第一个晚上会在妇女院点燃4个大烛台。耶稣自称是世界的光，按旧约只有上帝和弥赛亚才可称为真光，或是以色列人的光。所以呢，耶稣这样说就是以神自居。就在耶稣在圣殿教导百姓的时候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的妇人他被抓了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这妇女是正行淫的时候被抓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那你说该怎么办呢？”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当时社会是宗教及政治的领袖。当他们将此妇人带来见耶稣的时候，他们也同时丢出了2种石头，一种是违法律法的石头，因为按律法，摩西吩咐用石头打死妇人；另一种为试探的石头。因为按罗马的法律行淫不至于死罪，因此呢，如此律法向妇人丢石头，
则将犯了杀人罪，打出去的石头将会打向自己。所以你知道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目的乃是在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这个把柄。而如果呢，耶稣决定要处死这个妇人，他就违背了罗马的法律。当时犹太人并没有宣判死刑的权利，而如果耶稣不处死这妇女，那就当众违反摩西的律法，也是公然与民众所认定的准则为敌，因此会立刻失去大家的拥戴。而耶稣就以弯腰在地上写字回应的，而敌对者却不断要求耶稣你要回答。最后耶稣回应，以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妇人，并继续在地上写字。敌对者听见耶稣的话，就由老到少一个一个出去了。耶稣不定妇人的罪，并要妇人不要再犯罪。面对人的软弱和罪行，耶稣知道，耶稣也用他的话使控告者知道自己是罪人。对于这位行淫的妇人，耶稣让他知道他需要悔改，从此不要再犯了。犹太人循律法观点挑战耶稣，他自称需要2个见证人。耶稣以自己和父神为见证。从法律观点，一个人的身份和品格的证明是足以叫法官信服的。然而呢，犹太人只以外貌表证判断耶稣，其实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。耶稣的父就是耶和华上帝。耶稣指出犹太人不认识他的父神，是因为他们只拘泥或是死守自己定制的律法条文，没有相信耶稣和借着他才可以认识天父。耶稣宣称他是光，是自由的，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。信他的人必得着光，还有自由。这里让我们认识到耶稣愿意赦免人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在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基督是叫人得以自由的真理，因为他所成就的救赎计划包括以下几点。第一个，他成全了律法的要求，使人在他里面不再受律法的捆绑。第二，他复活的生命已胜过了罪恶，使人在他里面不再受罪的捆绑。第三，他在十字架上已经败坏了魔鬼，使人在他里面不再受魔鬼的欺压。最后，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受了审判，使人在他里面不再受死亡的威胁。真正属灵的自由是借着子而获得，就是耶稣。上帝的儿子能够叫人不做罪的奴仆，也愿他的话语成为你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们来思想耶稣自称为世界的光，它的意义何在？你想一想，你与他有何关联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慈爱的神，赏赐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，使我们得救的盼望在于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。主耶稣，你是世界的光，是真光，是要照亮我们生命当中的黑暗。
主，你是真理。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，你的真理必叫我们得着自由，让我们脱离生命的软弱，不再做罪的奴仆，而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。也愿我们每天行在你的光中，不偏离你的正道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与人分享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有主的荣光照耀你。我们明天见哦。